觉得，因为我看你们都很想要拍手，又很不自在，没关系，忍耐一下，就当做看电视好了，而且是一个知名电视台。而且没办法转台。好了，接下来的画面应该会更像，我们欢迎我们部落的青少年。 有经费，然后所以可以从台东请过来。好赖没有了。我是主办颜色，所以不能不变绿色，还可以吗？他们只有一首歌而已哦，一首歌唱完，因为经费还是有限，只够坐火车，没有时间练习。啊，一首歌结束之后，看什么办法，你就喊安口。 我就想办法再让他们再留下来台上多待几分钟，可以拍照核销。好了，他们队形都出来了。有像孙悟空的丢头发就，你要不要丢一下？就很多香蕉。不要亏他了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因为我买太紧了。 我是主唱，不要看他，看我。焦点在这里，这里。阿力好正。啊，阿力好正，大声一点。阿力好正。你要信心要吗？好不好？真的是我看到最苗条的香蕉。好，来带这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，掌声就。